以前只有在医书上才能看到人因为过度悲伤，会选择失去一些记忆。想不到我从医那么久，最后却在自己亲妹妹身上看到了这种情况。怎么样？初儿，冉冉怎么样啊？爹，娘，妹妹身体无大碍，只是心神损耗太大，需要静养。心神损耗？怎么会心神损耗呢？所以她选择忘记。五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是你五哥，为什么不能在这儿啊？还有，你见到五哥为什么会结巴呢？因为你一出现，肯定没什么好事儿。唉，苏家九兄弟排班表。妹妹啊，这一次哥哥们可不能站在你这头。爹跟娘刚发完脾气，让我们兄弟几个立下军令状，如果你再出岔子，他们可就……所以啊，哥哥们商量，做下了这个值班表。从今日起，你的膳食搭配、放风时间，包括来访的人员记录，甚至你说过些什么话，我都会让当日的兄弟们好好的记下来。哎，等等，我连说什么话你们都要记下来啊？唉，等等，五哥，这种比蹲大牢还艰苦的日子，我还得过多久啊？那就要看你表现了。妹妹啊，你别不吃东西啊！这是梦吗？为什么觉得又不像是梦？今天晚上他会不会出现？如果他真的受了那么重的伤，一定是来不了了吧？老天爷，冉冉求求你，希望这只是一个梦。月影，再等一下就好了。
爱的是他，对吗？娘亲看得我这么严，九师兄又出了远门，好怀念太乙山的日子啊！不知道师姐最近都在干嘛？等会儿要不要给她写个信呢？你怎么来了？我听说有人又生病了，所以过来看看你。刘轩，我郑重严肃地警告你，别以为你跟我表姐退了婚，就可以对其他女孩挤眉弄眼的。眼睛怎么这么像？不对不对，他们怎么可能是同一个人呢？哎，瞧什么呢？瞧得这么入神。没什么。哎呦，我的宝贝妹妹，七哥，怎么了？爹娘找你有事情，干什么呀？一会儿就知道了。哎，这么神神秘走秘的。哎，慢点啊！开始！老七，快过来啊！使劲儿！使劲儿！来，到了，来，看，使劲儿！使劲儿！这都是怎么了？妹妹，你不记得了？咱们家每年都有一次拔河比赛啊。可是呀，今年不是还没到时候吗？掌握好重心！老七，过来帮忙啊！来了来了，快来，咱妹妹们快说！我先过去了。冉冉，快点，使劲啊！ 1、2，走！使劲儿！走！使劲走！妹妹，快给哥哥鼓励啊！来，走！哎，别松手，别松手，快快使劲儿！走！对，使劲儿！走！走！走！冉冉，你看你哥哥呢，拔得多带劲儿啊！妹妹来啊！走！走！走！吼！ 1、2、3，1、2、3，哎，我们赢了！怎么样，冉冉，爹爹厉害吧？我不服，我们重来。跟我比，你们还嫩点儿。按照规矩，输的那队受惩罚，是不是？来，对，惩罚，对，快点，坐呀！哎呀，快！哎，开始。哎，对，挺直了啊！哎，注意姿势啊！哎，注意姿势要标准。哎，使劲，好吃，坐呀，向后坐，不错。好，哎，你这个不标准。哎，爹爹，哎，冉冉，来坐。哎，喝茶。爹爹，女儿让你担心了。此话怎讲啊？
爹爹，冉冉知道，你和哥哥们又是拔河又是踢毽儿的，其实都是为了让冉冉开心。冉冉错了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别胡说，怎么可能添麻烦呢？你的哥哥们就是你娘生下来陪你玩的，你让他们干什么，他们就干什么。爹，别闹了。冉冉，现在咱们家所有的事都得让着我的宝贝冉冉，只要你高兴，让他们做什么我都愿意。爹爹、娘亲、哥哥们和表姐，是我在这个世上最亲的人，我爱你们胜过爱我自己，所以只要你们高兴，我也愿意做任何事。那现在高兴吗？前几天的确有点不开心，不过我想通了，我不能让你们担心，我要振作起来。乖，冉冉，那你现在是怎么想的？爹爹，自从我从太乙山回来，就发生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。大家都为了保护我、照顾我，忙得团团转。所以，我想明白了，我要做个厉害的人，然后自己保护自己。乖，冉冉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没告诉爹爹啊？那爹爹可以相信你喽。冉冉，你要乖，我们冉冉啊，长大了也懂事了。你娘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，肯定高兴死了。爹爹，你是这个世上最好的爹爹，冉冉爱死你了。爹爹也爱你呀，爹爹也爱死你了。娘亲，您找我？哎，简儿，快过来。怎么了，娘亲？娘这几日气色特别不好，你看看这儿，还有这儿，是不是都长皱纹了？一点儿都没有。我跟您说，娘的美貌可谓是举世无双，风华绝代，雍容华贵，沉鱼落雁，闭月羞花。行了啊，说的没边了。娘亲，您可是天下第一大美人儿。冉冉怎么样了？心情好些了吗？好多了，娘亲不用担心，有哥哥们在。简儿，你从小就一直是心思最细腻的，跟冉冉也是最亲近的。最近发生那些事，冉冉的心思，娘亲是真的不懂。娘亲不用担心，冉冉从小心地善良，个性坚强勇敢，我相信没有什么事情是她想不开的。真想让她早点嫁人。娘亲，您舍得吗？舍不舍得是一回事，冉冉的幸福是另一回事。秦家二公子的为人，娘亲是越来越清楚了。你们兄弟几个也应该看得出来吧？冉冉嫁给他会幸福的。娘，冉冉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是跟换了个人似的。娘，以前是冉冉任性，以后冉冉都会乖乖听娘的话，再也不惹娘生气了。怎么了？这还是我那个人精似的女儿吗？娘，冉冉答应你，嫁给秦朗。这次是真的，绝不食言。秦公子，您来了。麻烦二位帮忙通报，
就说秦朗求见。是。妹妹，秦公子来找你了。秦公子，快坐。今日家父家母都进宫去了，我们之间就不要讲那么多规矩了。想必秦公子是可以理解的吧？那是自然。既然秦公子有事情找妹妹，那你们二人先聊，没事，我先出去了。秦公子，你先喝点茶。那个，我想再次谢谢你。为何又道谢？你三番两次救我，是我名副其实的救命恩人。冉冉言重了。秦朗，我希望能够报答你的救命之恩，所以，我们尽快成亲吧。你的伤好的差不多了吧？不错，这次还要谢谢你。不必，我也该回太乙山了。他的安危就交给我吧。可是上几次都是他的未婚夫救的。这几日我一直在京城追查琳琅的消息，他应该已经回去了。岳灵宫的叶青天，想必你也打过照面了吧？上过太乙山，想偷走月亮花烛。我看你应该尽早回去。叶青天现在已经回岳灵宫了，相信这段时间，岳灵宫的人不会过来找麻烦了。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，是关于逝水红颜的传承和红颜之毒的关系。这件事情，我和他表姐已经查出了一些眉目。据说，这诅咒和红颜之毒有相辅相成的关系。吴舍师傅一脉仅有3人，一是吴舍师傅，已经不在世上；二是静慈姑姑，居无定所，云游四方；三是素女姑姑，常居医仙谷，她精通西域符号咒之术，并以此来救人医人。这些我都知道。素女姑姑常年研究逝水红颜的诅咒和红颜毒之间的关系，她发现诅咒并不是无解的。你是说，他找到解决办法了？这个，你得亲自去医仙谷问他。好，那我立刻回岳灵宫。九拜灵芝的事情，我一定会查出个下。你自己安排吧。那我就告辞了。保护好他，保重，保重。来人，在，马上去丞相府把表小姐请过来。是。娄公子，有日子没见了。他的身体好些了吗？好多了，心情也是。
那就好。不知道娄公子这次找我过来，是为了什么事？硝烟已散，烛火风中缠，多少遗憾独留一声叹。一当空阶，离长短，相见。青丝冰。